testing testing 1 2 3 testing testing，OK，歡迎收睇星期六焦點追擊，人人都讚好嘅好精神、好健康人生講座，究竟係講啲咩嘅呢？即刻去到現場直擊報導。好歡迎大家嚟到呢個人生講座，不如大家呢家放開懷抱，盡情傾訴下生活上面嘅困擾咧。不如就係呢位戴眼鏡嘅哥哥仔先咧。我叫 Phyllis， 我打機都幾叻㗎，但係唔知點解一對住女仔個腦就實晒，仲鬼死咁渣，想幫女仔攞袋嘢都冇力，咪識唔到女朋友咯。我日日放工咁攰，仲要趕翻屋企煮飯同埋教個仔溫書，教佢仲要駁我嘴喎，真係少啲體力同埋轉數都搞佢唔掂。我嘅困擾啊，係諗唔到有咩困擾喎。生活有多事兼顧唔到，想有效解決問題，飲原味雞精啦，精神集中啲，仲有助加速新陳代謝，身體好咗，自然做咩都掂啦。過咗15分鐘咯，大家感覺點啊？哇！你睇我成個人 sharp 醒晒啊！小姐啊，其實我留意咗你好耐㗎啦，唔知可唔可以約你去飲雞精呢？阿太太啊，你頭先好攰㗎，而家覺得點啊？我依家精神翻晒啦，我個仔唔使旨意就駁到我嘴㗎啦。不如我哋大家互相擁抱，支持一下咧！佢哋參加完人生講座，揾到方法去恢復體力、努力，仲改善埋體質。有白蘭氏原味雞精，就算有幾忙，每樣都兼顧到。今日報導完畢，下一次再同大家追擊更多嘅社會議題。